就呢邊走一邊。哇！企係咯，企缸咯 ，OK 嘅。啊，洗髮水係用呢種嘅，係啦，沐浴露、洗髮水都有啦。OK 嘅裝修風格喎。睇下成個房間嘅整體。哇！呢個真係訂酒店真係要有技巧啊！今次咧真係，我覺得唔使300喎，呢個房間1萬，仲要係5.51假期期間喎。咁隔離咧就分開嘅獨立一個廁所啦，係咯，咁樣。咁啊馬桶係普通嘅咧，唔係電子嘅咧，係啦。咁啊出面嚟呢個係啦，洗手盤啦。所以有啲工業風嘅感覺啊，咁有個大嘅電視啦，靠牆嘅電視啦，係啦，跟住有個書台啦，跟住有張椅啦，係啦，咁水吧係嘛，一個水吧，咁床頭櫃有埋個我諗係有人投訴有蚊啊，所以就見到酒店會有呢啲啦，係啦。咁瞓覺前就插定先咯，咁會好啲。咁一張床 OK。咁酒店望出去咧就冇咩，因為光景其實都算 OK 嘅喎，光景嚟嘅喎，係咯，都好開揚嘅。一望呢邊，今日就落雨啦。如果有太陽都可能會幾靚，都幾開闊喎。除咗正面有幾棟，都唔算好近啊。咁你右邊左邊望出去都好通透啊。係啊 ，OK。咁酒店就係咁啦。係啦，講下呢間酒店啊，我點樣揾呢間酒店嘅呢？佢係近排我有少少嘅心得，就係揾酒店嘅時候呢，譬如我喺葵晴，咁我會揀最近2年落成。即係最近2年開業嘅酒店，即係撳咗呢個選項之後呢，咁揾啲新嘅酒店啊。因為新嘅酒店有啲咩？譬如呢間酒店呢，其實原來係26年4月1號先開嘅，即係依家到5月頭咁，即係其實個零月咁樣咯。咁包保新淨，啲房間可能都唔知有幾個人住過嘅，係咯。咁呢個一個好嘅辦法，而且啱啱新開業呢，佢啲優惠比較高啲，就特別平啲啊。依家咁嘅酒店就200幾蚊1晚。真係物超所值，咁突然間再睇下其他啲設施啊，就冇泳池啊，但係有健身房，我咪睇下健身房咯。好大個 J 字啊！嗱，健身房咯，佢好細嘅啫，其實係啦，不過新咯就係單車啦、跑步機就咁咯，有啲啞鈴咯、瑜伽墊咯，服務嗰啲喺晒度嘅噃，洗衣烘衣咁樣喎，使唔使錢先？唔使錢嘅喎，免費嘅喎，OK 喎。佢自動加，你睇過嚟你睇下，佢仲話自動加洗衣液、柔順劑嘅喎，唔使加手動加幾好喎，即係免費洗衣服喎。
我看一下你的订房信息了，他可能会帮我转让，或者他以前的问题给你讲回去。可以，我看一下先。可以。早餐就咁啦，OK 嘅都睇個樣都唔會特別差嘅，OK 嘅都，所以菜好新鮮嘅，OK 啊，出咗去食咗啲咯，唔係現煎嘅都係會差啲嘅，OK 嘅，食下啲工作。OK 咯，OK 咯，有車住，有皮有上足，上頭，好靚，非常好。點解嚟講呢個酒店200幾蚊，同包埋早餐啊，真係超火值啊！